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7，旧历的9月11，礼拜二。最近国内有真侪议题，民众拢真关心，像这个阿强啊，持续来扰乱台湾，两岸关系紧张。像政府要来开放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，像中天电视台换照的风波，像美国的大选等等。台湾民众安怎看待这个事件呢？台湾民意基金会针对以上的议题来公布着10月份的民调。 结果有超过半数的民调无支持3肉精的美国猪来进口，另外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是希望川普会当连任。那有关中天电视台换照的问题，民众的反应真两极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事件对台湾社会来讲，确实是一个真火爆的议题。 中国解放军继续扰乱台湾，和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。开放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的议题，引起真侪争议。2020的10月份，应该是多事之秋。台湾人又要安怎看待这个代志？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10月份的民调显示，有超过一半的人无支持美国猪肉进口，其中完全无赞成的更加占36.3%。有关牵动国际局势，美国总统的大选。 数字显示讲，大部分的台湾人期待川普会使连任。等到这个大选结果出来，换了Joe Biden上场，很多的人会担心，美台关系会实质倒退。有关中天电视台可能会人撤照的问题，超过一半人并无希望，也毋过伫个真希望甲完全无希望的数字，反应表现是完全无共款。 专家提醒讲，撤照的问题有关整体媒体环境，这处理都要真细致。知道民主是法治没有错，但是如果用法律这把刀来造成寒蝉效应的话，已经到了法西斯的前奏了。这个重大的议题拢值得民众的讨论，要过要怎接受多元的意见，莫造成社会对立，这嘛是咱爱斟酌的代志。